俗语讲了好。嘿，喂，喂，你怎啊创啊啦？我拄则一直拢徛伫遮，你徛遮？系啊，我来感觉我搁拍，我来加一条大鼓出来。无啦，啊，你你拢徛遮？对啊，哦，我前我旁边还有一条大鼓啦，哈，拍了有赞无？就哈哈哈哈哈！凊彩啦！小雅，你就缘投的哇！无啥，我跟你讲，嘿，五月天啊，你知影无？知啊，一刚敢唔打电话我，啊是安怎？直直叫我讲拜托我会使加入去团无？哦，真的哦，我即摆咧考虑，哦，对，我咧讲我总有一天我的目标，嘿，我就是要干掉孔锵老师。孔锵老师嘿，不是大琴的吗？孔锵老师弹琴的对，因迄团的拍鼓的，拍鼓的，对对对哦，小雅，你真正足够的，厉害哦你拍甲安尼吼好，出去比赛一定是世界第一名。咱差不多练安尼有3分钟无？有啦，有哟，拄啊安尼时间有够啊？控一哈，哦，绝对有呢，好有不？安尼咱来休困，来休困。哦，咱来等。啊，等，你这有诶无落个索句啊，收收诶吼。这个工地啊，咱都做煞啊，结束啊，物件嘛当清清咧。啥物啊，工头啊？我已经做规工啊呢，我要忝死啊！天气搁遮热，啊这物件遮尔济，搁要清也无钱啦。嘿啊我休困一下，哦拜托。无啦，是讲大呀。虽然讲咱做工地就辛苦的，乌道啊，你叫我大无啊。啦，你头唔係阮大的对啊，安那做工地真做辛苦的啦。啊，讲咱得根本无佚头通去做啊，不要烂啦。无要紧，啊你无听人咧讲吼，有米煮无米得煮番薯苦汤吼。诶，时到时当无米煮番薯苦汤，只要咱做工，咱来紧拍拼，咱若有一口气伫，免惊无饭通好食。好，了解没事啦。唉，代志是安尼无毋对啦。啊，毋过哦，你看遮济物件，等下嘛是可惜啊。啊无咧，系啊，系啊，呀，你搬转去哦。单调啊，。你要等着，啊你搬会啥？啊，我看即个古水桶，会当用啊。没有用。会当用。你看，扛起来，会当做遐济啦。对啊，做对啊。诶，安尼这个环保概念算袂歹哦。有啊，你包看敢若足重内底是你啦。我甲你讲啦，曲曲曲曲啦，啊就这啊，有无？嘿，吼，迄头家因囝啦，讲迄个无爱迄个啦，啊就好嫁人嘛。啊这我看搁好势好势啊，啊若是咱伫咧工地内底腹肚枵咧煮泡面，安尼搁会当摕来用，对会使无？哦，对，袂歹袂歹。会使利用一下。看其中较好咧，是讲安尼，不要紧啦，不要紧啦，不。有当时要清就要清清气，该等就要等掉了吼。暗时叫一台发财车来，哪未来啊？哎，对呢。啊，趁车吧。等嘛是等啊，我惊恁无聊哦。不如我来表演要吃泡面哦，no 表演一个啦。哎呦，表演你讲这个会当做家己嘛，对无？系啊，有旋律的啦。哎呦，有旋律在医院来讲嘛。你是要炒菜还是要我还是要扮家家酒？你即摆是要最好对啊，要表演每一趟拢滴水滴个天，你做一摆啉好玩呢？啊，无水啊，无唔免水啦，我有安尼一真正做先个足厉害的武器哎，呦，不去，对的。哦，要煮面，食泡面，迄是猪嘛，对，哦，你的猪有较粗呢。你煎油食过的，我要机会了，哎无呦，啦，要创啊啦。来了，还创啥哦？表演一个啦。哦，啊，就顶丢呢。别恁讲。 One, 2, 3, 4。哇！哇！我这个平常时看你安尼做代志，死数，我想要甲你学，敢若伫导游看袂出来呢。我永远摕即个武器
准备要看表演，那表演，唔是表演啊，是要展现吼，我的阮斗定定斗阵嘛，嘿啦阮，定定斗阵。做工啊，讲到我是听话，迄无重要。我甲你讲，即马有人咧办比赛，啊，哎呀，迄个乐团比赛，国比冠军一奖金足济。偌济，啊那一个在变做歌王。哎，赶紧去比赛啦！去啊，给你报名。好，来，比赛！好来比赛，比啊，就准备。全国好朋友大家好，欢迎咱收看咱今仔日第一届咱的歌王比赛这个决赛日，真经过3000几个人报名了后，最后2名啊，为了争取这个歌王的地位。当然为了慎重起见，咱也邀请到4位评审老师，分别来为大家来介绍。第一位像吴世忠就是名作词作曲家，迄个哈对嘿。第二位是名演员，伊演过哈。第三是名歌手，定来参加迄个对嘿。第四个哈对嘿。咱即摆请这2位最后决战的这个2个选手呢，来到咱的镜头前啊，向着镜头来讲出伊的斗志，2个互相呛声。来，有请2位到头前来。阿妹，那你比赛较紧的哦。不呛声就是节目流程。我呛声，歹势。这已经像赢像输就明显啦，莫讲我先讲好啦。配合者。嘿啦，莫讲咱共球，查某囡仔呢吼，嘿啊对啊，你真正确定要甲比赛，我跟你讲，我建议你莫拍鼓，你去夜市啊拍鼓接好啊，嘿啊哦，呛了真念。来鼓牛换你。我甲你讲啦，你这大箍吼，我就是好，谢谢。我会当赢啦，是。好技术的。安尼呛做下对，呛为做。来。啊，咱今仔日的这个比赛呢，分做2个这个阶段来这个进行。第一段要表演的是讲呢，你这个臭屁度，迄个鼓会胖啊，会练啊，会安怎高低啊，吼。好来，咱拄啊有迄个叫伊去啥物夜市啊，加鼓接的，拍鼓接的，嘿啊。由你先。好下各位，非常精彩表演，讲是非常的精彩。谢谢。是评审老师拢挂目镜，好，这样目镜会使拔落来哈。好，来，换咱这位姑娘啊。你多安尼，袂使啦。我感觉今日根本变魔术嘞。好。我拍报告咧。好，这评审老师拢无甲我目镜挂起来，可见这真清楚。咱今晚要来进行第2关吼，啊，第1关当然真是已经4比0啊，吼。来，第2关来请坐，就是要考咧，这应该是较歹比啦，就是考你上哪手的，上较厉害。上厉害拍鼓的对。男士请。像我先哦。哎。噔。阮是可爱的女王座，这做是靠水啊淡薄啊错，花起龙甲老天公，希望人健康又快乐，欢迎来收看，画山画水画玲珑，谢谢。哎，太厉害，太厉害，谢谢。有人挂目镜无？无吼。无啊，你讲袂有挂，速度更加袂有挂，这挂落后集就免录啊。所以评审对你算有肯定的啦。是，谢谢。来，换这位查某囡仔请。
安尼应该是会平手足我的，分数应该会足我的。这相处相验，不是我当决定的，评审人的心肝的，相信拢有这个冠军的人选吼。咁咪啊，咱请四位评审老师小讨论者，讨论者吼。这讨论了结果呢，今仔日队上产生第一届闪人是歌王这样。吼，哎，评审的声我拢有听到，讨论两个敢若较真的共款。林良的。我了解，好，哎，好，好，咱即摆请你个评审长嘛，宣布咱今仔日歌王是什么人？这届歌王，阮开会结果应该是陈万清陈小姐。哇，恭喜！哇！这就咱这第一名第一届歌王产生咯。这老师嘿，陈老师可能唔捌字，可能讲唔对。安尼讲，红包谢了呀。这个不是讲写红包，这靠实力嘛。你这款的行为哦，拄好两句俗语来形容这行为拄好。诶，第一句听好哦，裤头地花夫。第二句叫做卖月关啊。来，拍报告一下来，来请一个，老师，来，拄则有两句俗语，伊这个细红包啊，想要钓命行为。是。第一句叫做裤头地花夫，我嘛捌听过。第二句叫做卖月关啊，赞成第一句裤头地花夫的，请举手。裤头地花。3秒3。我好啊。你1票呢？你1票，2票，来，好来，恁两个换位来，慢，阿青恁两个换位，好来，笑声放过来。所以恁三个是经这个卖月关啊。嘿，是啊。再好。敢若迄个较对，感觉。较对啦。较对。你听迄个大四的意思知影？你的意思是？我这两个真正拢唔知，啊，不过卖我哪会用食？食关啊！卖我有卖个怎食？伊也是经食的啦。哎，对，我经食的对。伊袂经花夫啦。对啦，嘿，花夫无法度食。人讲啊，路边的木瓜种人土。嘿。路边的，若是路边的卖月糕烫着种人，我叫你，你叫我。裤头地花夫，我嘛唔知。老师，正确答案对者。这甲各位介绍一下裤头伫倒位？食。裤头伫这个是裤头。啊，裤头，什么是花夫？咱烧物件、剩的物件叫夫嘛，像咱的香菇、骨头夫。啊，若裤头，咱甲迄香菇吼，放在遮，啊。放在遮有时行来会用落下骹，啊用着像查甫人会用着倒位？用着咱，所以个裤头地花有着用咱，食饱伤用，吼用咱。啊，另外一句卖月糕管啊头碰个讲啊差不多啊吼，啊啱爱食卖月糕，因卖月糕足黏。对啊。啊若无要食时，咱来甲砍的。啊若要食着爱安那，甲伊挂，搅起来，搅起来，甲人迄错干搅的搅，共音。伊念真暗啦。嘿，所以卖月糕管啊是爱人搅。啊像迄个无爱吼，啊无本事无才调，佫嫌加死摆吼，佫要人细红包，迄实在足费力。所以若讲这样咧看起来，碰个要甲骂话，应该是啥物？卖月糕管啊，欠人搅。好，欠人搅遐简单，总是裤头地夫，今日嘛了解来拍破过咧。